到日环食这样的美景哦，真的是相当不容易，所以事前的准备功夫是相当的繁琐。首先呢，我们必须到这个飞航训练中心，透过这样的程序模拟器，了解当天可能发生的各种状况。比如说天气啊，像如果像夏天的话中南部可能会有午后雷阵雨，那我们就要去躲这个天气啊，以及这个航管员也会因为飞机的这个航情拿去做一个导引。所以它就会影响到我们整个拍摄的这个任务。最主要是在航机的设计上，跟我们的这个日环食的整个就是发生的时间的一个路径。那目前的进入方向可能是跟它日环食的轨迹是大概是90度的交叉。那90度的交叉就比较困难的就是我们一般飞行会算一个预计到达的点的时间。假设这个点是我们拍日环食最佳的位置，所以我们会前置时间，然后跟它的时间来配合。角度的部分，角度因为在客舱里面拍，它可能是客舱在右边，你可能选择是从北往南走，然后那个日环是从西往东走，所以你可能只有右半边可以拍。那个窗子是因为它有一个加压的设计，所以它的窗子并不是很小，而且它都是2层玻璃。那你这个时间又是向阳，所以会在照的时候，第一个它受它的一个视角的问题，所以你要比较难去抓到那个比较很好的位置，因为它限制很多嘛。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它时间很短，所以你一开始看到开始到取景要去抓它的焦距或什么，那就可以影响到你整个作业的时间。那你最后如果能拍得好的话，就是技术很好的人。我们这一次试飞要确认。因为我们这次试飞最主要就是要确认我们到时候可以在正确的时间到目标区。那因为精确度要到秒级所以这个是蛮艰巨的一个任务啦。所以我们自己有写一个程式跟做一些计算，希望说到时候可以在正确的时间到。那里面有几个参数一定要做，就是第一个是我们要在什么时间点通过哪几个目标区，然后最后可以正确的达到日食最大的那个时间跟地点。所以这部分我们有做一个计算，那包括这个到时候飞航的高度都有考量进去。那另外一点就是说，因为每天的风速风向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早上都会先把今天的这个天气先看过一遍，确定我们到时候要飞的速度大概会落在哪一个范围，那去调整我们最后的参数，让机长这边他能够很顺利的照我们当初的预期的一个目标去完成。相当困难哦，因为整个环食带跟我们的航线呢，只有40秒钟的拍摄时间。如果正负相差5秒钟，这个拍摄的画面就没有那么完美了。这次任务最难的地方就是准时的进入恒春跟离开恒春，那风高度影响比较难抓，但是这次还是成功，正确时间离开了恒春。大概有10秒钟的落差达到目标，正常时间不会这么的紧，正常大概有5分钟、2分钟落差，所以用秒数的话是比较复杂。我们刚刚结束这一次的试飞活动哦，不过虽然事前做了很多准备，不到最后一刻还是不知道这一次的任务能不能成功。现在就跟棚内的主持人还有现场的观众朋友一起同心期待任务成功 ，fighting！